完酒味提拉米苏之后，今天我们继续来花式喝酒。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我个人认为是最可爱、最好吃、最有欺骗性、最容易神不知鬼不觉上头的酒精小零食，也就是我们的酒味 Gummy Bear。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新耳环和这个新的那个耳夹。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在有个视频里面，我跟大家说我这个人一生气就会去买耳环或者是去买酒，然后真的有广告商听到了我这句话，然后就来找我了。品牌叫 Ana Luisa，base 在纽约这边的一个小众的首饰品牌。然后他们主打的呢就是环保，尤其是环保的这种金饰为主的，蛮适中蛮合适的一个价钱。然后整体款式呢都比较大方，比较百搭。然后我在下面放了他们最近在搞的一个母亲节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是一个 PR 礼品，我也没有收他们的钱，只是收了这个耳环，然后我又很喜欢，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正题 Gummy Bear。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酷爱吃 Gummy Bear 的人。大学时期写 paper 的时候就会买一袋 Gummy Bear， 结果 paper 第一页还没写完，一袋就已经吃完了。酒味的 Gummy Bear 其实是美国 party 上非常流行的一个东西，好做，吃起来也非常方便，因为有酒精嘛，比薯片那种小零食更带劲儿一点。但是我本人只吃过伏特加味的 Gummy Bear， 所以今天我就拿着我的 Gummy Bear 就在想我还能加什么酒，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做4种不同的酒味 Gummy Bear， 分别是伏特加味的、威士忌味的，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 Macallan 12， 我觉得甜甜的应该蛮好喝的吧。然后我们家还剩了昨天开的 White Wine 白葡萄酒味的 Gummy Bear， 我真的是从来没喝过这个 Bacardi 朗姆酒味的，因为要用朗姆酒嘛，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乐味的 Gummy Bear， 这样就好像在吃一个自由古巴一样。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粗暴，我们准备4个小碗。这一袋 Gummy Bear 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我就想说不同的酒可以配不同的味道。对，首先我来分 Gummy Bear， 真的是没干过这么奇葩的事情。哇 ，Gummy Bear 太好吃了。好啦。那我现在把它们都分好了，这个是白葡萄酒味的，里面是柠檬和菠萝；经典伏特加味的，里面是草莓和蔓越莓；威士忌的，蔓越莓、橘子、柠檬、菠萝，反正就是混的；朗姆酒味的，里面就是可乐味。我们现在来把酒倒进去。好，我们把酒倒进去了之后呢，第一步其实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然后它这个小熊呢会吸收酒精，然后它就会胀开，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冻大概4到12小时，也有人说24小时，取决于你的软糖的质地和这个软糖的成分。放冰箱去了。Hello， 现在已经是2天之后了。其实我本来觉得大概放个12个小时就好了，但是我发现我买的 Gummy Bear 非常硬，所以泡了大概1天的时候还是很硬，所以我就干脆多泡了一会儿。现在是经过差不多40个小时之后的 Gummy Bear。另外一个小 tips 就是放到冰箱里的时候要给它包一层保鲜膜，这样子泡出来的 Gummy Bear 会更软一点。我们现在把保鲜膜来揭开，有酒味扑面而来。哇靠！这个酒已经被泡成这种粘稠状的东西了。你看这个 Gummy Bear 有这么大，它都有一个调羹大了。我记得刚放进去的时候就超小一个。哇，这个 Gummy Bear 好像真的巨大啊！因为要保证它不会粘在一起，所以在放冰箱的过程当中，这2天我都比如说每隔6个小时想到就去把它搅一下，不然它 Gummy Bear 会粘在一起。扑面而来的酒香啊，真的是你们隔着屏幕可能感觉不到，但我闻着都觉得要醉了。为了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泡了酒之后会胀大多少，我特意留了最后一个这个可乐味的没有吃掉，我真的把它留下来非常不容易的，我真的几次3番想把它吃掉。它真的长大了超级多，整整1倍我感觉。而且你们要想，长的这1倍吸收的全部都是满满的酒精。既然我都拿在手上了，我就先来吃一下这个 Rum and Coke。哇靠，很 Q 弹。第一天放了12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试吃了一下，我觉得太硬了。这样40个小时之后，简直巨好吃。外面一圈是那种布丁一样的，就是你不用牙齿咬，用舌头一顶它就碎了。最里面呢还是有一点原来的这种软糖的 Q 弹质感，需要你稍微去嚼一嚼。然后你一嚼呢，它里面的可乐味就出来了，伴随着最外层吸收的那个满满的酒味，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吃了一个现在就有点热。我们现在来吃下一个。这个红红绿绿的很魔幻的这个是我们用 vodka 做的，
很香，真的好香。因为蔓越莓和草莓这种就非常适合加伏特加，因为你们想，伏特加调酒的时候也是跟这种甜甜的果汁搭配。大家都说它泡得越久，酒味会越进去，我反而觉得它现在那个甜味和酒味融合度比我昨天尝的时候要好很多。昨天尝的时候完全是那种就非常表面的那种酒味，你知道吗？一咬下去你就觉得酒味和甜味是分离开来的，不像今天这个，我就觉得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来一个小清新的，是这个 white wine 的。哇，除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天才，已经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我觉得白葡萄酒做出来本身就是带有就是葡萄的那种果味的东西，和这个果味的 gummy bear 就融合得非常好。如果想不知不觉上头，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它吃上去真的没有什么酒味。最后，我期待已久的 whisky 味的。这些小熊一定很幸福，他们在被我吃下去之前喝的可是名贵的这个麦卡伦威士忌，他们应该很快乐吧。哇，好神奇的味道！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我喝下来酒味最烈的一个。你吃这个，你是明显知道自己是在吃一个威士忌味的东西的，而且它好粘稠啊！你们看这个汁水，哎呀，怎么吃的有点饱呢？我又把所有的都吃了一遍，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是想要一个没有什么酒味，就大家吃着玩玩的那种，我强烈推荐这种白葡萄酒，配上比较清爽果味的小熊软糖或者其他软糖都可以。我觉得像桃子味的其实也会很适合。这个伏特加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伏特加调酒的时候本身就很适合和果味的东西混搭，本身没有什么浓烈的味道，只有酒精的味道。就如果想吃果味比较重的话，我觉得推荐这个，而且这个是我觉得是 party 首选吧，用很便宜的伏特加都可以做出很好喝的这个 Roman Coke。这个呢，可以算是伏特加小熊软糖的进阶版，是有可乐味嘛，然后我觉得和可乐汽水啊什么的混在一起喝，就是感觉就很好。威士忌味的很神奇，如果说伏特加的那个是酒精是果味的陪衬的话，威士忌的这个它的软糖的那种质感是威士忌味的陪衬，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平时喝威士忌不会有的体验。可能用不同的威士忌做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我之后想做一个泥煤味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就你们说这个小熊软糖要吃多少个才能上头呢？我也是不太清楚，所以我准备在这儿再吃一会儿，强烈推荐大家自己做一下，而且真的超简单，就是你做完之后把它往冰箱里一扔，就过2天就可以吃了，就很好。而且朋友来大家分着吃也很好。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我要去吃小熊软糖了，拜拜，我们下周见，干杯。